大家好，今次受到 Incubase Arena 邀請去睇超人60週年英雄戰，一進場就有超人6兄弟一齊擺姿勢，行入少少嘅黑色房就有3個屏幕影住唔同超人嘅片，分咗超和、平成、零和，而且係有連貫性，會一齊變身同發射光線。我自己都企呢個位睇咗好耐，當然唔少得係變身器展覽，比較有趣係互動環節，有道具俾你去變身，我自己都有份玩。之後係窗外睇超人打怪獸，好似身臨其境，雖然有唔同超人，但迪迦25集打基里洛伊德係最型噶。後面有一堆怪獸展示，除咗我最愛嘅怪獸之王，仲有貝利亞融合嘅100隻怪獸，頭頂會見到貝利亞，地下更有超人按比例重現，超還原。後續更有超人皮套就唔多介紹。最後仲有一個地方可以幫超人怪獸填顏色，掃描後屬於你嘅超人怪獸會出現喺屏幕上，係好開心嘅。一句總結，好睇又好玩。超人英雄展即日起去到9月13號喺香港旺角創興廣場地庫 B2 展出。